哦，注意看那个房屋哦，房屋有个头盖处，你看那个墙壁啊，外面那个石灰层啊，剥落，然后看到一块一块白色的那个叫土脚砖啊，头盖砖啊，哦，用那个砌成的砖那个墙砖砌头盖厝了哈，盖的房子叫头盖厝，你看，用那个竹子就可以做屋顶了，不必用块木，然后弄屋瓦，哦，你看，那老式的房子，后来才有用红色的砖，就是烧烤过的比较坚硬的砖呢，来砌成了墙。哦，你看那个烟囱，老旧房子，古早时代的房子有烟囱，你看，路边有一间小小那个就是厕所了，厕所是在户外的，你看。哦，诶，这边的砖怎么有那么大块了？诶，不是说头盖土白色的吗？看看，怎么也有红色的呢？哦，原来白色可能是涂抹粘土了吧？是真的这涂抹粘土了吗？哦，有的好像不是哎，那怎么有的像，有的是，有的不像啊？嗯。